各位親愛嘅同學，各位歌友各位曾經跟阿 Sir 學過發聲技巧嘅一班好朋友，大家好嘛？嚟到年尾今日雖然有啲匆忙，但係真係好心急，亦都好想要錄呢個短短嘅視頻，同大家講幾句心底話，好感激。好多謝大家過去好長時間嘅一個信任同埋支持。有咁樣講法，從歲首到歲中，從年頭到而家年尾大家我哋一齊共度好多美麗嘅時光，一齊笑，一齊學唱歌，一齊食嘢，一齊切蛋糕，一齊度過好多美好嘅時光。音樂會10週年紀念嘅一個音樂會，好多事情好美麗嘅回憶。我特別喺呢度呢，要同點評組嘅同學講額外嘅感恩。我經常喺課堂講，阿 Sir 好重視呢個工作因為係一個分享嚟嘅。因為我成日都講，我唔信一個人佢好想學唱歌進步，佢可以喺一個星期一堂課一節課聽阿 Sir 教人哋，聽下自己嘅10幾分鐘嘅學習就可以有進步。所以由2020年12月尾開始，好感謝1B 班技巧班嘅同學配合阿 Sir 同我做一啲嘅測試，做咗2個月嘅音頻嘅點評學習，我就知道好 powerful 好難做，因為唔係求其講下就得嘅。咁後尾咧轉化為一個由2022年冇記錯應該係2月份，即係做咗年幾嘅音頻。咁阿 Sir 學咗一啲技術之後咧，做咗啲視頻嘅點評。我統計過咁直至到今年嘅第3季暫停之後咧，到今日咧，點算翻啲檔案有？我成日都話500-600個檔案，其實我自己都驚，有915個檔案，包括針對性嘅每一個同學嘅個人嘅點評，同埋啲音頻嘅點評，加埋，淨係視頻915，同埋一啲技術講解嘅一啲嘅視頻檔案，好難以想像嗰啲日子係點樣過嚟嘅。持續5年嘅時間，每一個週末我講笑咁講，都奉獻俾同學們噶啦。我相信同學會學到少少嘢嘅，希望大家會珍惜呢啲資料。我知道啲同學好叻，自己會儲起咗，但係阿 Sir 呢幾日咧花咗好多嘅精神，將過去嘅資料全部每一個同學參加過點評嘅獨立一個資料夾，然後就將你嘅檔案全部分到類，你嘅名我就會傳翻俾你。你到時諗辦法用電腦又好，手機又好下載。唔識嘅呢，到時呢，或者可以用一啲所謂手指嘅嘢。我睇呢度有冇？而家都好方便啊，我覺得買又唔貴類似呢啲咁嘅嘢可以下載儲咗落喺手指度，方便近啲整，好似呢一類點都好。咁再一次祝大家身體健康，歌藝進步，有一個美滿嘅新年元旦2026年好快又開始。咁我哋繼續努力，加油！